賽。你睇下3輪車咧踩唔喐啊，叮都冇用啊！咦，嗰啲車老唔老爺啲啊？20幾年前係咁噶啦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新花園嘅現場啦。嗰幾日澳門嘅居民啊，為咗呢次嘅慈善比賽擂台嘅飛咧，都掀起咗撲飛嘅熱潮噃。呢次比賽大會嘅負責人兼總裁判何賢先生咧，為咗隆重其事起見啊，所以咧事前就邀請咗幾位南北拳師高手咧嚟一次咧係演習。咁目的當然就係研究一啲比賽規則。嗱，而家着黑西裝呢位就何賢先生啦。咁啊，兩位師傅喺度研究緊。啊，插手喺西裝褲袋呢位就梁昌先生啦。好啦，兩位師傅過招，着背心呢位就李劍琴師傅，而另一位就係鷹爪派嘅劉發孟師傅啦。而咪李師傅就攤開兩個手咁啊，大家睇到佢哋啦。而家劉師傅咧兩下試招，何賢先生梗係落足眼力啦，因為佢係大會嘅總裁判啊嘛。嗱，着長衫呢位咧就係太極派嘅董英傑師傅啦。咁啊，董師傅嘅招式又唔同嘅喎，真係各派各門嘅招式都唔同嘅。好啦，一立住四隻手扣住咁揈係點咧？咪大會認為咧仲可以合法比賽。一揈，咦，冇埋喎，紅袍式係點啊？咁啊，大會經過研究話唔得，紅袍就要停止比賽啦。嗱，呢度就係當日嘅比賽現場，新花園門口啦，真係人山人海啊！達官貴人、凡夫走卒都紛紛咧列席參觀呢次嘅擂台比武啦。嗱，呢度咧就係裏邊嘅會場，喺呢個泳池旁邊嗰啲座位嚟㗎，搭起個棚咧俾佢哋坐，一早就座無虛席啦。嗱，當日澳門綠邨電台仲作實地現場直播添喎，20幾年前嘅實地現場直播唔係簡單㗎，你估今日咁容易啊？好啦，貴賓駕臨啦！嗱，澳督夫人、梁昌先生、何賢先生、澳督副官，因為當日嘅首席貴賓咧就澳督同澳督夫人啊嘛。喺呢度名譽看台啦，咁而家咧邀請澳督夫人咧為呢次慈善擂台比賽咧係剪彩啦。嗱，睇唔睇到啊？黑眼鏡嗰位就係張英先生啦。咦，何鴻燊先生上台喎！啊，原來何先生從雷出擊。啊，我哋呢頂得蒲。啊，你係得嘅。好啦，而家係董英傑師傅上台咧，係表演太極拳啦。咁啊，大家知道太極咧有分開楊家太極同吳家太極嘅。咁啊，楊家太極咧就係以楊露禪師傅為宗師，佢個徒孫咧就係呢個楊澄甫啦。咁而呢位董英傑師傅咧就係楊澄甫嘅徒弟嚟喎。咁而吳家太極咧就以吳傳佑師傅為宗師嘅，佢個仔咧就係吳鑑傳。咁一陣間擂台比武嗰位吳公義咧就係吳鑑傳師傅嘅公子嚟啦。助興嘅節目咧全部表演完畢啦，咁一場緊張刺激嘅拳賽立刻會開始啦。而家太極派嘅吳公義師傅登場啦，跟住就係白鶴派嘅陳克夫師傅亦都相繼登場。嗱，陳師傅嘅打扮咧就好似西洋拳咁嘅，頭先吳師傅嘅打扮咧就着長衫。呢兩位正所謂一中一西嘅裝束，真係相映成趣啦，就好似中國功夫對西洋拳咁喎。咦，吳師傅一上嚟就除衫比武啦。咁何賢先生話唔使急，你坐埋一陣休息一陣先。咁啊，關於呢次嘅比賽啊，吳師傅同陳師傅咧，其實毫無私人嘅恩怨存在嘅。咁佢哋呢次嘅比武係為咗香港石硤尾大火災民籌募善款嘅啫。咁但係高手過招，拳腳無情，所以咧就要簽埋咗生死狀。任何一方面啊不幸傷亡都冇得追究嘅噃。咦，吳師傅話呢度搽眼啊！咁所以大會咧立刻咧將咧圍住呢個繩嘅白布咧除咗落嚟嘅。咁一陣間嘅比武嗰陣時咧，我哋會用3個不同嘅角度去拍攝，等各位咧能夠咧精彩咁慢慢欣賞嘅。比賽正式開始啦！咁而家咧係第一個回合，我哋先用第一個角度咧係影俾大家睇睇先。陳師傅同吳師傅咧兩位嚴陣以待，探探對方虛實先。哇！一開始吳師傅先下手為強，用太極嘅村民手咧打出第一拳，好似打中陳師傅咁啊！哇！呢拳
拳係犀利啦！陳師傅咧將吳師傅打出成圈之外，好彩佢翻身翻得快。咁拳證咧叫大家咧係停一停先，雙方咧企定陣腳，再次嚟過。啊！呢度咧大家都好似中咗錘，冇乜邊個着數蝕底㗎嘛。嗱，呢個係第二個角度啦，而家可以更加清楚咁睇到，睇下吳師傅點打中陳師傅嗰拳，而陳師傅咧係點樣係將吳師傅咧啱啱咧一拳咧打到啲成邊嗰拳啦。呢個第三個角度，因為咧有慢鏡，大家可以睇得更清楚啦。一開始啫，即刻係呢個咧白鶴嘅穿拳咧係猛烈向對方進攻，咁而呢個太極嘅撇身捶咧，亦都咧係極力瓦解對方嘅中路猛烈攻勢啊！大家留意啦，而家太極嘅前鋒手左手一推前，跟住進左馬，一撲前，啱啱呢個時候咧就陳克夫嘅師傅咧係左勾拳啱勾落去，勾正完公二師傅個頭嗰度咧出咗成圈之外，好彩吳師傅反應得快，回身立刻擋住對方攻勢，咁啊公正亦都叫暫停啦，因為咧要對方咧係雙方企定咗陣腳先再嚟比賽，呢個時候見到陳克夫好似抹下個鼻咁啊，唔知有血流喎。立刻展開咧，雙方猛烈咧去對打啦。好啦，第一個回合咧已經打完啦。咁喺呢個回合裏邊呢，正所謂喺萬人矚目之下呢，呢兩位武術名家係絕無欺場嘅。佢兩個人一上場咧，立刻展開一場咧係激烈嘅打鬥。呢兩位師傅嘅慈善精神同埋佢哋將中國武術光大嘅實際行動啊，的確係值得武術界學習嘅。嗱，而家咧係第二個回合啦，咁睇下雙方又用乜嘢嘅招數啦。雙方都係首先探下虛實先。一開始吳師傅即刻揦佢埋嚟咧，一拳打中陳師傅，陳師傅立刻咧展開猛烈嘅反攻。其實頭先嗰錘咧打得好硬㗎。嗱，而家吳師傅咧猛劈嘅，咁就係咧希望劈落去陳師傅嘅手嗰度，劈中咗咧，等佢嘅手咧係受痛，出拳嘅時候咧冇咁大力㗎。嗱，第二個角度睇下啦，呢下吳師傅一下牽羊手拖陳師傅埋嚟咧，就一錘打出咗下啦。咁另外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啊，吳師傅咧用呢個太極嘅前鋒手，即係佢左手咧係逼住呢個咧陳師傅嘅進攻嘅。陳師傅一撲埋啫，佢就用左直拳咧係衝出，令到陳師傅咧冇法子埋佢身嘅。咁因為大家知道，如果啊陳師傅嘅拳法咁迅速，一打埋身嘅時候咧，對吳師傅嚟講咧係十分不利嘅。好啦，嗱呢個係第三個角度，亦都係第二個回合嘅。咁大家更清楚睇到啦，吳師傅咧可能年紀較大啦，就要節省自己嘅體力，咁所以咧用以逸待勞嘅戰術，彼不動就我不動。我哋睇下佢好少喐動自己嘅步伐嘅，只係虎視眈眈 hold 住陳師傅嘅一舉一動，一有機會咧就進攻。咁而陳師傅呢方面咧係體力健旺啊，腳法靈活，所以佢哋四周遊鬥啦，希望一揾到對方嘅破綻咧，就等待機會立刻咧出擊。咦，陳師傅起腳喎，吳師傅又起腳啊！冇錯啦，雙方都起腳，咁啊可能會違反大會嘅規則嘅喎，唔知裁判團點判啦？
好啦，經過裁判團互相交換意見之後咧，大會咧卒之係判決啦。咁呢次嘅判決咧就係雙方不勝不敗不和，好外圍嗰啲咧真係大失所望啊，因為冇結果啊嘛。呢次嘅比賽咧，雖然時間係好短啫嘛，但係將中國嘅武術用喺慈善籌款上邊咧，唔單止令到陳克夫、吳公儀呢兩位師傅咧得到慈善拳王嘅美譽，同時亦都喺武林歷史上咧寫下光彩嘅一頁。